今天是2024年的4月1日，我想祝我的家乡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生日快乐。可能你认识文山是美丽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是盘龙河上的文笔塔，是边关壮美的高原风光。我眼里的云南文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，一座七彩的民族人文边城，一个鲜花盛开的地方。苗族也是从这里走向东南亚，走向世界。文山是全国最后一个脱离战火的城市，硝烟一直持续到1993年，所以他为了守护好祖国的南门，经济发展滞后了几十年。你不要觉得它落后，等你真正走进这座城市，你会发现这里的人文很有温度，它像极了沈从文笔下的另外一个边城。这里不仅有美丽的高原美景，更有丰富的矿产物藏。云南白药的主要原料三七就来自文山，姑娘们的民族美衣多得看不过来，一年还更比一年漂亮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在这个文润山青的地方邂逅不一样的边城故事。今天的云南文山已经厚积薄发，高铁动工，经济复苏，文旅发力，下一个云南旅游的目的地等你们来。文山66岁生日快乐！